台灣私人的交通工具密度真高，駕駛人應用需要更較好的注意力甲反應能力。這對已經進入到超高齡社會台灣，尤其是對銀髮的駕駛人來講，可能攏是挑戰。2025年的5月，新北市、台北市甲高雄市連續發生3件高齡駕駛的事故，這3位肇事者攏是78歲。交通部公路局的高齡分級換駕照的新制度，按算2026年的5月要開始來實施。換駕照的年齡為原本的75歲收降到70歲。但是老人福利推動聯盟提出着質疑，講這種的政策是咧歧視長輩者，更加是侵犯因的交通自主權。政策改變到底是加一定的保障，或者是加一道的阻礙呢？咱做伙來探討。能夠自主最好，不要說要麻煩去先去跟你開車。身份證跟駕照。70歲不但沒有來換駕照，還上路的話，會有1800到3600的罰款。我們覺得這個年齡太輕了，這個就是嚴重的高齡歧視。好幾名學生當場被撞，噴飛倒地，書包、課本、考卷散落一地。巨大撞擊聲響，所有人嚇了一大跳。黑色轎車最後撞上公車才停下來。左側突然竄出黑色轎車，完全沒有剎車跡象，朝他撞了上去。2015年發生前濟件重大車禍，傷亡慘重，引發着社會高度的關注。這些肇事者的共同點都是78歲的高齡駕駛。交通部推動駕照管理3層表。高齡者換駕照的年歲將會對75歲改到70歲，這項政策預計2026年5月實施。70歲他沒有來換駕照，他有緩衝期有2年。如果民眾因此不但沒有來換駕照，還騎車上路的話呢，將會有駕照逾期還在駕車的這個罰則，會有1800到3600的罰款。當這個違規的行為發生之後，如果這個長輩3個月內還不來跟我們換駕照，汽車的無照駕駛是罰36000到6萬，那機車的無照駕駛是18000到36000。根據交通部公路局專台7個監理所統計，國內需要換駕照超過70歲的長者，超有128萬人，其中人數上濟是台中區的監理所，再來是台北區甲台北市區。應援所的研究資料也發現，70歲的民眾除了身心變化會可能比較容易退化之外呢，那也的確是有一些數據顯示，就是死亡事故也比較多。大部分的民眾其實是支持的，這些受訪的民眾，我們覺得這個年齡太輕了，好，太輕了，而且這個部分已經用年齡來看一個人的健康跟他的能力，我們覺得這個就是符合國際上所謂的年齡歧視，而且是嚴重的高齡歧視。敢要愛以年歲當作駕駛的管理標準，社會各界有無同聲音。不過對部分的高齡者來講，會當家己賽車等於生活自由。我今年76歲，因為我30多歲的時候，那個時候做生意有需要，所以買車就開始開車，到現在大概已經有40幾年的開車經驗。已經退休的李先生也是退休老師，伊每禮拜攏會賽車往回台北市艋舺、景美、木柵、甲民眾講求。伊在2014年頭一屆換駕照，也認為家己賽車好處真多，因為比在大眾運輸加省真濟寶貴的時間。我去那邊差不多20分鐘，坐車的話可能要差不多加1倍的時間。巴士像公車1號、公車907、公車508、公車38路。那我坐到捷運站換捷運過去啊，他下來還走路啊，他走差不多7、8分鐘才到球場啊。高齡者最需要的是什麼？他還是繼續需要社會參與啊，要找朋友啊，上教會啊，要拜拜啊，去看病啊。那這些難道不需要交通工具來協助他嗎？對不對？那我只靠假設1個小時才一班的公車，我那個的時間的處理就會充滿着障礙。有交通工具的自主性，想要去倒就去倒，免單車、轉車、行路，行程完全會當家己掌握。
這是老大人家己塞車的一個主要原因。我就跟你講，你也許不相信，前年9月9號，從台北開到台東，6點出發到台東12點，6個小時就到台東。那一天去剛好碰到蘇花那邊有部分坍方，回來就不敢從這邊回來，從南部回來，所以剛好繞1000，差不多跑1000公里左右。那你如果交通這一塊又給它卡掉了，那就變成他走不出來，就沒有社會參與，然後呢孤立，然後退化嚴重，然後就會創造更多很快速退化的長照個案。像我們這個年紀能夠自主最好，不要說要麻煩。你假如說要騎車去跟你開車，那變成要看他時間呢。你假如說搭車的話，還要帶行李，帶行李的話，你在那提來提去也是一個負擔啦。後面影響的是他的自由行動權跟他的生活支配權。講白一點，你叫長輩不要開車，你小孩你要每天請假陪他去嗎？對不對？我們也沒有家庭照顧假啊，你單單老人就醫誰陪啊？我還要看小孩的臉色，然後呢，小孩請假又覺得我好委屈，我還要看老闆的臉色，那這樣的話就變成到最後就乾脆照顧離職，那不是創造很多的社會問題嗎？根據新制度規定，超過70歲的長者需要通過體格檢查、安全教育課程、危險監視體檢，完成後，駕照的效期合法到75歲。滿75歲了後，都需要給做人事功能測驗。好，謝謝。身份證跟駕照。身份證我的駕照可以到115年，就是今年嘛，2月10號啊，過期就是無照，罰錢是小事，我們要按照規矩。來，往這邊走啊，哈，謝謝。好，謝謝。您今年幾歲呢？91。91哈，很好。您只有汽車駕照而已哈。汽車、機車都有。好，來開始問題了哈。今年是民國幾年呢？民國785年。哎，今天幾月幾號？1月26。以目前篩檢來說，大概是有3個部分。第一個就是說人時地時物就是星期幾啊，現在是在什麼地方啊，年月日啊，像這些的話，大概也是一個針對，就是說，這個老人有沒有一些對人時地這些初步的篩檢。好，第二個部分要設你短期記憶力這邊有10個圖幫我把10個圖的名稱記起來，這個名稱，記完之後我把圖卡收回來，等2分鐘告訴我答案等一下，答案不要按照順序，可以跳着講，超過3個以上過關好，現在時間是2點39分我們等2點41分開始好嘞，2分鐘到了那麻煩剛才告訴我你剛才看到圖形的名稱叉子，來，香蕉，芭樂，消防車，紅綠燈，計程車，筷子，好了吧？夠了吧？太多了。好，那我們對了7個了就過關了謝謝。好，那最後一關用鉛筆畫時鐘了對，用徒手畫就好了，來把數字寫上去這個其實針對我們的這個空間視覺那還有這個我們操作能力因為開車確實跟這些相關，當然這只是能最初步的2點45再畫短一點，對，你畫太長了OK， 沒有關係。好，2點幾分？2點45分。2點45。對，45分好，把它連起來把它連起來，對，把它連起來，跟這個中間連起來。好 ，OK。好，目前測驗就結束了那你符合我們這個測驗的條件那你就我幫你再補完駕照那等一下就請回到剛才的櫃檯去做拿駕照的動作來，跟我來好。人的健康不是用年齡來表示，你身體好，你開車都沒有問題，政府就給你。你身體不好，那60歲也沒有辦法開啊。你75歲貿然把它降低到70歲，以現在超高齡社會，我們會有2個議題。第一個，你的全國的監理所，你有沒有辦法順利讓我70歲以上人換照？因為你要健檢。然後第二個，你可能要有一些健檢過程裡面還要有認知功能的相關的一個評估。好，那這個要花時間。現在又有提到說，希望有免費的上課。
好，那如果還要再加上上課，我覺得到時候會塞車塞得很厲害。長輩從體檢，然後到上完2個小時的課程，再拿到駕照，這樣一連串其實是避免舟車勞頓的。所以我們正在積極的跟地方來做協調，希望說盡可能去切合老人的需要，以他們常常聚集的點為核心來做整件事情的規劃。現在有不同年齡層的，比如說藥酒癮、酒駕、毒駕，如果是要換照這件事情，它是要去做功能性的評估，我們就覺得它是可以針對所謂全方位的危險性的群組，而不是只有針對高齡者的部分。不同的團體給我們各樣的寶貴的意見，其實我們都是虛心接受。那我們也會反思說，是在這個制度推動上，既然我們要這樣推動，我們就盡可能的去跟外界說明溝通。透過測驗加檢測的關卡，為換照的制度設定評估標準。高齡者加照的管理制度，感謝實力黨完全歸入風險，各界有維護無共聲音。高齡分級換駕照的新制度，收降到換駕照的年齡，嘛鼓勵長輩自動把駕照繳回去。政府會提供每個月上懸1500塊的 T-Pass 坐車的補助，為期2年，希望會當降低高齡塞車的風險。但是社福團體質疑這個政策全國的適用性，因為若是在偏鄉地區，大眾運輸的資源欠缺，恐驚會讓未少的長輩進退兩難。專業精神科的醫師來指出，根據着警政署2025年全年的統計，65歲以上的長輩出車禍傷亡的比例佔整體15%。若是以死亡率來看，更加是高達43%，是壯年駕駛的2.4倍。咱繼續來看，高齡者塞車就路，可能會遇到的嚴重的風險。高齡駕駛的話，其實我們如果看114年的1月到7月的資料哈，我們可以發現說，受傷加死亡的話大概15%。可是呢，如果是只看死亡的話，卻已經到40%幾，也就是說我們的老年人很容易因為車禍，結果導致於這個死亡，比一般的年輕人更容易。我們其實也鼓勵說，我們年紀大可以盡量不要開車就不要開車。所以我們在這一次的駕照3策略裡面有提到一個，就是說鼓勵滿70歲以上的高齡者自願繳回駕照。交通部上新的規定，滿70歲的長者自動將駕照繳回去，會當提1500塊的補助獎勵，為期2檔 T-Pass 坐車優惠，上懸有3萬檔。用敬老卡搭車，用到自己的錢，有用到自己的錢，下個月補助你1半，然後每個月25號要去超商或捷運站過卡。當初沒有很仔細，以為說有1500塊上限的優惠啦，不曉得是說原來你要使用有扣款，當然是給現金比較好啊，很實用啊。這可能跟我們整個國家的一個財源跟預算有關。那我們目前的措施是去搭乘公共運輸，我們才有這個回饋補助，而不是直接把這個補助就給我們這些繳回的駕照的長者哈。這邊再做一個說明。那現在也沒車開啊。那想說駕照也到明年116年就結束了，乾脆就繳回去啊，不用懸念。不要懸念，要斷捨離。對，斷捨離。反正70歲年紀到了嘛哈，盡量盡量坐那個公車什麼捷運哈。反正現在那個都四通八達了。大台北住台北還好，還有捷運來捷運去，還有很密集的交通網路。你只要離開台北，就像到桃園，你就不一定可以這樣子了哈。那像在新北外圍的也不太可能。有些人會說，有些在偏鄉地區公共運輸不是那麼方便，所以這部分公路局現在在偏鄉都有推動這個幸福巴士。那目前在幸福巴士總共已經有推動到192個鄉鎮，504條的路線，那涵蓋率已經達到超過95%了。就是說我明天可能幾點要出門，那可能是從哪裡到哪裡，那他可以透過這樣的預約的方式，跟我們這個營運單位來做一個預約叫車的這樣的一個服務。將先可以成功，
除了防範，也應該回歸科學。第一個說，因為我們高齡本來就身體機能會下降哈，所以各方面反應力啊、專注力啊哈都可能受到影響。那另外可能受到一些身體疾病的影響哈，不只是像視力啊、聽覺啊，或認知功能、記憶功能哈，這個也會受到影響。那另外像這個老人的一些身心狀況哈，或者是說藥物的影響哦，這些也都可能是危險因子。大家所知道的這種失智症哈，那像譬如說85歲以上老人，可能有20%都會有。那我們台灣的數據就是說，65歲以上哦，大概起碼有4%的老人會有這個失智症。對現在高齡者來講，家屬代表着生活自主甲尊嚴，是講安全甲風險要怎平衡，是必須正視的課題。高齡換照這件事情，其實也不是一說一做，然後就可能會立竿見影。希望說有機會我們能夠達到每年降低7%死亡人數的這個道安防治目標。如果你自己不會好好的健康自主管理，你也會拖累你的小孩。長輩把自己照顧好，不管你是自駕還是透過有效的大眾交通工具，我們都期待你可以繼續跟社會有接觸。現總時，當台灣正式迎向超高齡社會，長者在偏鄉交通的困境，都市時代錯掛式的挑戰，高齡家屬潛在的社會風險，對道路規劃、政策調整，才會甲大眾密切相關的議題，各項關鍵決定，攏得愛斟酌思考。